大哥，你亲口跟我说我抹灭了人性。好，我现在看看你的人性。荣千雅、白帆，你从他们两个当中给我选一个出来，你选谁，我就让谁活。如果你不选，他们都得死。东藏区，老子一定要杀了你！好啊，我数3个数，啊，3、2。陈家川，凡不要，我不需要你做选择。放开我！杨洋，杨洋，放开我！我以为今天会是一场好戏，既然你们都不选，那就让我来帮你们安排吧。陈家川，哎，白帆，快小心，别动！上次演习出了事故，被别人俘虏了，都不知道逃。那你说那种情况怎么逃呢？那我告诉你怎么逃。我们可以先诱敌深入，然后再扰乱他们的阵脚，之后随机应变。腰好疼，白帆，保安兄弟，快受不了了，他得去医院，真的得去，得去医院，这个还蛮严重的。救丫丫。你呀，太不乖了。如果你早点听话，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时候，我妈和苍南都嫌弃你，我可没有。大哥知道，你从小就聪明、好学，有上进心，是我们农家基因养成的好胚子，最像我了。所以自从你上学开始住校之后，每次需要学费、生活费都是我亲自去送。这些你都记得吗？我一开始以为你是疼我的，那为什么要在你开启实验的时候，要让我坐上那辆实验用车？要不是遇到了小偷，要不是他碰巧坐上了那辆车，我早就是你阴谋下的鬼了。正因为你表现得非常出色，让我刮目相看，我才毫不犹豫地决定，我要让你接我的班。今后农家
所有的衣钵，我全都给你。你的 DNA 是我亲自输入到超控3号系统里的，将来超控3号就是我和你，我们兄妹两个共同的结果。我们将为人类开启一段全新的世界，今后我就是国王，你就是女王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要配合我，完成我的计划，怎么样？我配做你的春秋大梦吗？农千雅，你以为你做了什么？我这么多年躺在这儿，我不知道吗？你假装自己被绑架，让他们两个主动帮你，你一步一步帮他们给我的计划挖坑，想让我的计划流产。农千雅，你高尚啊！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明白？我和你根本就不一样，我对他们都是真心的。真心的，好，真心的。如果江震要是知道他妹妹是因你而死，如果白帆要是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你的真心还有用吗？啊！你自己看清楚，农千雅，你觉得他们还会在乎你吗？不要，不要！雅雅，我们才是亲兄妹，我才是你亲大哥，他们都得死！不要！害怕了？他们马上就要进来，怎么样？我要不要把你的故事讲给他们听？怕了？别害怕，你放心，哥哥不会这么对你的。我现在就让你看看超控3号真正的威力。杀人吗？没意思，有意思的是操控人。你要干什么？看。白帆，喂，白帆，你没事吧？白帆，白帆现在是我伟大事业的一部分，也是我忠心的侍从。你这个畜生！雅雅，这出好戏是哥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你可要好好欣赏。我才是你亲大哥！你干什么？喂，白帆！啊！大哥，怎么不高兴了？心情不好？谁惹你了？告诉小弟，小弟帮你收拾他。我大哥都消失好几天了，也不联系我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事了。你这属于分离焦虑，要不然找几个人陪陪你。滚一边子去！得嘞。不都说不要了吗？
是我。大哥，别转过来。好。我最近被紫荆集团的人跟踪了，你找个地方让我躲一天。交给我吧。江震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白帆呢？他很好，跟我一样好。莫姐，你还要继续这样助纣为虐下去吗？我从头到尾有过选择的机会吗？就像今天，必须要把你带走。慢着，他是我的人。王爷这下是打算公开和紫荆集团作对了？人，我今天必须带走。你是不是要代表紫荆集团，正式与我翻脸？带走。臭！既然王爷已经把人带走，那就把他好好藏起来，别再让紫荆集团找到他。王爷带我绕了一大圈，看没有人在，才把我送过来的。这是紫荆集团非法实验的证据，白帆也有功劳，也有其他人的帮助。你找死啊！这还不跑？龙苍胆。没关系啊，你随时可以把我供出去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这是紫荆集团利用残疾人进行非法研究的证据。我是人，不是畜生。我不管你是要交给你们狂风训练营还是警察，总之不要再让他们进行这项试验了，看着太难受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把它交给警察的。你没有直接参与犯罪，现在又有立功表现，不会牵扯到你的。无所谓，要是紫荆集团没了，我又不会赚钱，没准吃牢饭也是一条出路，起码饿不死吧。龙苍胆，没想到。总之，多谢了，董教官。我想请您批准一件事情。请讲。陈家川申请归队。批准。陈家川申请营救白帆。我知道你救人心切，但此事已由警方介入调查，我们要相信政府。董教官，我在带着证据离开紫荆集团的时候发过誓，不会丢下我的兄弟一个人。我必须要去救他。好，证据我会交给警方。至于白帆，你自己把握。您放心，我只救人。有困难随时联系我。现今早已荒芜，离奇的是我们的面目。来信致命的字幕，交通了爱与背负。这惊险的每一步，我走的义无反顾，救赎我的幸福。别再虚伪谈情说爱的伤害，是一种明白。
白帆，天亮就是未来，你说过的，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，我信你。只配真心，真不被爱。我早已闭在诡异的胸怀，在无尽的深海，音乐还有说话透进来。以前我一直在躲，在藏，直到无路可走，我才明白该如何面对你，面对这个世界。你说的对，漂泊了3年，是时候要回来了。是否还愿意并肩向前？那段时光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白帆，喂，白帆。假若一切全都可以重来，是否你还会在我身旁？心疼了。我已经给他做了全新的生命，他现在是最完美的母亲。陆苍青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还是人吗？无所谓呀，啊？小白，白帆，上。未来的路是否还能坚持？命运的手在我们之间挥舞，是否还愿意共同突破？命运写下分裂的信号，程序重组能否找回骄傲？过去的印象模糊了前线，你是否还黑夜降临，我们再度迷失。未来的路是否？这个送给你。哟，谢谢师傅。白帆，滚开！输了不丢人，不敢去赢才丢人。白帆，也不肯对岁月放任。军连转，你不要不说话！军连转。明知也有区隔，认清了一切只是故事。若这一切是游戏，若誓言终会散去，把永恒赐给记忆。愿山和信仰不被遗忘，随时光老去，等待黑夜漫长。
爱过风霜，清冷后再续。就算命运习惯交错，悲伤成河，时间被代替，任由心灰意落，再次生长，微光中梦落。师父，来陪你。废物，真是废物。熟了，你请客。看什么看啊？别忘记扣子。我看见了，来，我给你系。你有病！你还真你不是很 man 吗？我帮你系，还有我帮你系，我不能系。你还真是老当益壮呀，身手不减当年。比你要好一点吧？你是未老先衰。不是，你过来。如果你不想当孤寡老人的话，你可得珍惜珍惜我。像你这种怼天怼地的性格，我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朋友，唯一的。那我可太稀罕你了。哎，你每天交际这么广，也不见你朋友比我多呀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看破不说破啊？我只知道打人不打脸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改变吗？给你加点糖，帮一下你。有病啊！你明知道我不喝糖，你非要往里边加糖。我靠，这糖更多！白帆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真受不了你了！你每天给我搞这些东西有意思吗？你是小孩吗？说话了！喂！你有没有看到红光？是，公司要炸了。白帆，有意思吗？哪儿来的红光啊？昨晚没休息好吧？神神叨叨的。
白总、江总，莫总让我叫你们去开会。走吧。二位觉得怎么样？我没有问题。我也没问题。那行动呗。走呗。你是龙千雅？你聋啊？你知道我谁吗？雅雅，雅雅，上一次我看到了流星，我给你许了个愿望，这个愿望我现在就想告诉你，这一辈子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那段时光早已消散无影，心里的痛苦难以忘记。假若一切全都可以重来，来，你先来。是否还会在我身旁？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收拾你。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。情绪重组能否找回家？过去的印象模糊了界限，你是否还愿意并肩？看到江辰你就捅，快捅！哎，刀不是这么拿的，我告诉你怎么拿。江大哥，救救我！将军，救救我！将军，我打电话。喂，文法，我在。是否还愿意共同突破？命运写下分裂的信号，程序重组能否找回家？过去的印象模糊了界限，你是否还愿意并肩？这么认真，考大学啊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不学无术？存在与时间这么深啊？考研啊？你想怎样？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吃饭。走吧，吃什么呀？烧烤吧。烧烤，烧烤好吃啊！走啊！快点儿！白大哥，这个苦菊对身体很好的，你怎么不吃呀？白大哥，小童，我吃苦菊过敏。小童是谁呀？对啊，没听你提过呀。小童是谁啊？白大哥，你还是叫我雅雅吧。江震，你有时候有没有感觉，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对？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好像跟雅雅有关系，但是我又想不起来什么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看你怪怪的，雅雅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别想太多了，放轻松，别疑神疑鬼的。
白大哥，我感觉你脸色好像有点不太好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没有问题。可是我感觉你脸色真的不太好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让你送呢？是吧？走吧。雅雅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也喜欢。我跟大哥虽然同父异母，但我们毕竟是亲兄妹。我会照顾好你的。雅雅，你看到你白大哥了吗？没有啊。穆总。啊？你看到白帆在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白帆经常在外面惹事，我担心他，我得尽快找到他。怎么，离开了我就回不了家了？哎，别贫嘴了，我有正事跟你说。哎，你记不记得那天吃饭，你提过小童的名字？不是，谁是小童？我不认识。你这一天天的，哎，不是你是不是没休息好发癔症来着？不是你真的记不得了吗？小童，你说的我跟小童有什么似的？我心里只有雅雅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也觉得不对劲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是假的。一切都是假的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？阿珍，你说过你会帮我，所以你一定会帮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了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所以你得帮我。我们两个一起逃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，一起逃得远远的。现在就只有你能救我了，我求求你，一起逃离这个世界。好不好？逃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不能说，说了我会死的。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啊？大嫂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点呀。陈家川，你疯了吧？你刚叫我什么？江震啊？不对，你刚刚叫我陈家川。幻听了吧你？你之前说过雅雅有问题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雅雅有问题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你要是最近没休息好，你就多休息。放心，公司有我啊。我问你，我们为什么来这家公司？那还有，我们为什么要偷一张什么内容都没有的光盘？不是，这不就是为了……小童到底是谁？
为什么你可以脱口而出他的名字？为什么我家沙发下面会有一张女孩的照片？为什么我觉得他很熟悉，却对他一无所知？白帆，我们到底是谁？白帆，你在下面干嘛？快上来呀！白帆，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相信我。白大哥，你怎么不听雅雅的话了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经常听小童提起你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见你一面，直到你那次把我救出来，我就想把你变成我的。谁是小童？谁是小童？白帆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农苍青折磨我？农苍青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待在这儿，你带我离开这儿好不好？带我走。他经常跟我提起，他有2个很宠爱他的哥哥，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你们已经是我的了。好，等我们把事情处理完，我们就过来帮你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我，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。你们所有人都是在利用我，你们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白大哥，你马上就不会失望，也不会伤心了，你会像以前一样爱我的。你，我，江振哥，我们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人。乖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白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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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想想我们是谁？真好，我也拥有了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一家人。
雅雅，雅雅，白大哥，你不喜欢雅雅了吗？明明只要注射芯片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的。雅雅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可是，我只是喜欢你，我有什么错呢？雅雅，喜欢不代表可以摆布我们，操控我们。虚幻的爱那不是爱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都习惯了自己一个人。爱对我来说是奢侈的。直到遇见了你们，你们给了我全部的温暖。我享受跟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我们回到那个世界，永远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好不好？雅雅，小童，是你害死的吧？不是我。咱学校这鸟不拉屎的地儿是不好打车，车我已经给你叫过来了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奶茶你带了吗？带了，又得帮你叫车，还得帮你带奶茶，快成你妈了我。哎呀，你最好了，谢谢你把车借给我。没事儿，我哥公司的车他给我弄的，又不是你一个人有哥哥。哎，我看见你了，这儿。雅雅。哎呀，好了，拿着。谢谢。去吧。好。哎，你干嘛啊？我走了。拜拜，好好过周末啊。我只是把我的车让给他。小童，我不知道会出事。小童，小童，对不起。真的对不起。既然人不是你害死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呢？我害怕失去你们。我真的把你们俩当成我的哥哥。让我们回到那个世界好不好？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虚拟的世界，好不好？白大哥，求求你。
会再让你们难过了。为了让你们留在那里，我升级了芯片。一旦意识空间被摧毁，我也活不了了。这惊险的每一步，我走的义无反顾，救赎我的幸福。但是在意识空间的那段时光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。语言该由我来修改，让梦境走到梦外来。真给真心真不对，我好想再跟你们过一次生日。在无尽的深海，音乐还有曙光透进来。哎，姚记哥，从今往后这间酒吧也有你的一半了。你看，要是没有我大哥，我哪能有今天？那是。你记住啊，以后这间酒吧不允许再有乌烟瘴气、违法乱纪的事儿。我妖姬从今天开始要做一只正经的鸡，生意也必须是正经生意。妖姬哥，你放心，现在我也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记住，正经。哎，好嘞。在狂风训练营的协助下，警方成功破获紫金集团借脑机芯片技术危害社会一案。脑机芯片技术让很多肢体残疾的人重新获得了行动的能力。科技应用到正确的方向，才会造福人类。喂，姓白的，我聘请你当我们紫金集团的执行总裁。哎，先别挂。如果你不想干，就帮我问问姓江的。不行，我哪会管理公司啊？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。当初我和他们争，只是想从他们手上弄点零花钱，我哪想到最后紫金集团会落到我手中。这件事你们得负责到底。唉，以前总盼着董教官退休，替他执掌卧龙餐厅，彻查风云。现在做的全是买菜、记账、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根本就不像我白帆做的。你没被超控3号夺去意识，就已经很幸运了，你就知足吧。你要有时间，不如多想想，等我下次来这儿，你怎么招待我？哟，瞧把你给弄的啊！二位，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。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来应聘。好的，给我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蛮不老毛病你得改。少说2句吧，跟老妈子一样。够了啊！看什么呢？走吧。没什么，走吧。谁将命运藏进我手？
是天真，多懂爱与恨，也不肯对岁月放任。越过黑暗见了缤纷，明知结局也有区隔，认清了一切即是孤身。若这一切是游戏，若誓言终会散去，把永恒赐给记忆。愿神和信仰不被遗忘，随时光老去，等待黑夜漫长，爱过风霜，晴朗后再续。就算命运习惯交错，悲伤挣脱，时间被代替，任由心灰意落，再次生长。